Hello，大家好啊！又係我君君老師雅言大講堂嘅主講者黃慧君不分汪君君老師嚟到我哋雅言大講堂嘅第69集啦。我哋今日講咩啊？今日就係講我哋要好好欣賞自己。大家都知道我哋作為人類生喺地球上，其實好多人無論喺性格上啦、外形上啦，甚至係你嘅家庭背景啦、你嘅工作能力啦、你嘅知識水平啦，或者係你嘅伴侶啦，你都會認為可能唔完美嘅。咁你要知道，其實人生唔一定係真係完美嘅，可能喺你嗰個狀態裏邊已經係最好嘅一個狀態。其實要欣賞自己，多啲接納自己，接受自己嘅不完美就是完美，知道嗎？因為咧，其實有時人世間點樣為之完美咧？你可能會認為好有錢嗰個完美，可能佢滿身病痛，係咪？好靚嗰個完美，可能佢又嫁得唔好，係咪？嗰個讀書讀得好叻嘅，你覺得佢完美？喂，可能佢讀到滿頭亂髮，你又唔知咧，係咪先？你話嗰個身材好，樣子靚，但係你又知唔知道？可能佢為咗咁樣去 keep fit，犧牲咗自己嘅位咧，係咪先？所以好多嘢都唔係一定完美嘅，甚至你可能話：喂，我出身貧窮嘅，我要努力向上游。但係你又知唔知道？可能係你嘅父母俾你最好嘅條件㗎啦，知唔知道？所以就係話你要欣賞自己，欣賞自己嘅一切，欣賞造物主點樣俾嘢，俾資源你，知唔知道？所以唔係一定要爭，唔係一定要鬥，去搶最好嘅嘢，唔係咁樣，唔係話一定要令到自己成為人上人。可能你係一個人中人，或者人下人，你都要欣賞好自己，成為一粒螺絲都係一個好重要，社會唔可以缺咗你哋嘅，知唔知道？所以你要記住，要多啲欣賞自己，唔好無視自己嘅狀態。你要覺得自己我好完美，我 perfect 嘅。even 我可能我有唔完美，喺人哋嘅眼中覺得你唔完美，但係你嘅眼中你要認識你就係最完美嗰個，知唔知？喺你嘅世界你就係最完美㗎啦，知唔知道？所以你記住，人冇同樣嘅，好難去揾一個同樣嘅人，同你一模一樣嘅人基本好難揾。所以你要記住，天下間冇一個重複嘅你，所以你要記住，你要好好欣賞你自己，知唔知道？要好好愛自己，好好錫自己。無論你身邊遇着嘅係乜嘢困難，你都要記住，我都可以衝過去，知唔知道？甚至你可能話：我可能身體有缺陷，點解上帝會俾個咁樣嘅身體你？做乜神啊？你會俾個咁嘅嗰個嘅外形我？你要記住，可能呢個已經係最靚最好嘅外形。你唔單止係外形，可能你生活嘅配套各方面嘅條件都好好咧，係咪？你可能各方面其他嘅條件比人優秀咧，所以唔好問點解。有時真係覺得你要自己欣賞下自己，接納自己，欣賞呢一生。因為嚟到呢一個世代，或者係你有入場券嚟到入場券嚟到我哋呢個世界，其實已經唔容易嘅啦。你應該要珍惜自己嘅一切，好好地欣賞自己，接納自己。呢份係一個不完美嘅自己，知道嗎？好，多謝大家，今日就講到呢度啦，拜拜啦，拜拜。